大家好，非常欢迎今晡日复习来呢个节目。今开始了，当然了，大家来讲嘛个讲泌尿科讲到泌尿科，大家是咪想大摆拄到问题，运动就怎么去看先生，本先生看问题，嘛是尤其系成问人从头会拄到，比如讲尿头发痒安样个问题，到底用容易个镜头系讲拄到安样个问题，容易去处理吼。今日绕墙到先生来到节目地图了，大家来分享吼。所以大家来分享你今届先生佢系类似儿童自然泌尿科嘅先生。邱先生，欢迎先生。谢谢主任，我是儿童日染泌尿科邱斌邱医师哈。今天东凤仪来到现场节目。欢迎你个邱先生，邱先生系第一摆来到复习来呢个节目吼。第一摆，哎呦，你当咱哋做啲绕墙头儿童日染嘅先生，第一摆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分享，第一摆来讲嘅是泌尿科嘅问题。一般来讲，因为去到动手，人按样讲吼，你动因为去讲去看泌尿科，会有一点点痒，我系冇是会有点排泄，会冇？上下袂啦，上下袂吼，上下袂。咁讲，基本嘅先生喺度聊片是做啲好好咯，大家嚟分享一下。一開始啦，大家嚟講嘛嘅咧，你先講什麼人好咧？大家會講什麼人？老細來人比起咯，一般會知道什麼人，而且家做什麼人挨啲，會知道講好容易會得到像係尿頭發癢嘅問題，尤其係老細來人比。主持人讲的没错哈，因为在蛇门咽到蛇兰咽在解剖上面哈，冇恐龙了哈，你可能在解剖的图哈，错，蛇兰咽的尿道哈下冲了哈，然后女生哈蛇门咽的个尿道下短，大概只有3到4公分停哈，然后就冇恐龙了哈，你看蛇门咽的在膀胱到直肠中间肛门中间就子宫、阴道，蛇兰阴膜，然后蛇兰阴就射护腺，射护腺蛇兰阴长肉，蛇门阴膜，所以这两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师兄先生讲到的种图，因为你看先生讲尿头到膀胱其实佢断断是3-4公分，你讲因为去冲到肛门到尿道中间有一个子宫，所以这样子，应该意思系咩讲蛇门阴？因为尿道短，所以比较容易感染，意思是这个意思吗？没有错哈。因为该尿道比较短，所以细菌啊还容易从外面跑进去。所以讲到安阳阴其实昨天讲，你昨天讲其实蛇门阴为什么比较容易感染？除了心脏讲的，因为它的尿头好短之外，其实有一些原因的，什么？另外。然后是生活习惯了哈，蛇门阴上下都无背哈，上厕所不方便，憋尿习惯，就是蛇门阴是习惯，就是厕所比较不干净，就是不好意思上厕所，不憋着转头不化肠上厕所，憋尿时间长久哈，比较容易滋生膀胱滋生细菌，然后第二个。第一点是动因是水水挺少，降屙尿是唔敢去水，伤细胞哟，好，所以唔敢洗水是好摸尿，唔敢洗水好摸尿是电到好会发癢，还有意思吗？为什么？为什么意思？因为水水挺少，膀胱就比较容易有细菌。稍微有细菌就会感染。错，然后就生活，工业社会，大家忙碌错，某时间，太劳累抵抗力差，生活习惯不好，或是匆匆暗不头动暗睡，熬夜，所以因为
因为通常太劳累的关系，所以有可能抵抗力是好好。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抵抗力好好，所以膀胱就是那些抵抗力差的时候，如果一旦有细菌滋生的时候，就有可能就会发炎。哦，所以心脏这边有提到，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些擅自停药未完成的疗程，这个有影响吗？有影响吗？一般单纯性的个膀胱发炎哈，大概吃药3天左右是走得的。除非很易个细菌培养又长细菌哈。泌尿科心脏我黑面讲，个你要肉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完整，嘿吗？就是一定要把它吃完哈。所以疗片讲到到什么你好容易感染到尿头发炎嘅问题。咁讲你疗片讲到，其实一般来讲，好什么你好会拄到嘅鼻尿口嘅问题，疗片线上到大家咧分享。其实点讲嘅是系尿路嘅感染，尿路感染根据个统计哈，差不多女生哈，一生因地步哈，差不多。至少为100尿路感染，100尿路感染是不是你一般理解的尿道发炎？尿道尿道发炎其实有人研讲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就冇同，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事情的。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我膀胱发炎跟尿道发炎，其实讲就是一样的。其实一样，因为其实都在尿道到膀胱其实连在一起的，所以尿道发炎其实是膀胱发炎，症状其实没差不多了。颈头没差不多，一般来讲尿道发炎该颈头线上走的分享一下吗？最常见是瓮牙会痛，或是瓮牙会感觉烧，灼热感，灼热感。那另外就是因为发炎刺激的关系会频尿。常经常会瓮牙，或是有种人很严重吼，是经常瓮牙，常会去偏手会乱擦。会来乱擦，为什么会按用液感觉？那个就是叫做尿急，急迫性尿失禁，这也是每个膀胱发炎的一种症状。那更严重，常会更严重的会发烧。有时候发烧，细菌跑到全身会发烧，是甚至最严重伤还会绕会发炎。因为细菌沿着个膀胱输尿管就绕。可是现场有些人唯有因尿道发炎严重到嘴尾连绕都发炎，有这样。那是因为佢某一款本性上款，然后讲佢自己吐毒还嘛解。上下时去抵抗力也差哦，个病程进展得很快。上下时冇菌愈性，上下时菌愈性之后，落去冇血啦。跟一般性上会讲，你系讲尿头发炎嘅，实际是种性上讲的嘛。你屙尿为痛，所以你屙尿动干苦嘛，对不对？然后有可能会尿急，对不对？就是你去到那边会觉得好像快要忍不住。那个时候，除了医生说开药给你吃之外，那时候要不要多喝水？因为那时候一喝水就要尿尿，一尿尿又痛，然后又会尿急，然后又一直频尿。那个时候要多喝水吗？你个问题哦，其实从到就平阴门啦。我一喝水就紧会屙尿。对。但是我们原则上其实还是会给病人要多喝水，让你那个细菌才可以排掉。所以其实是要多喝水。所以乡亲朋友会讲，有尿头发炎嘅问题，其实都是已经本身上可能是肉咧。唔讲你一啉水就想屙尿就会干枯，唔讲还系多啉水。是从性上讲，让个细菌排退。其实就我可以肉个不应该频尿的症状还缓解。所以还是一定要多喝水。从到上会让个患者讲，你光吃药不喝水，去唔会好啦。光吃药不喝水唔会好，光喝水唔是肉没唔会好，所以是两个共它并进。如果很轻微的膀胱发炎水血好都有，大家都有经验，上下子会比较好啊，抵抗力上下子会比较好。所以线上讲的，其实尿头发炎嘅问题，不管是后生人，也是老人家都会有爱用嘅问题。有种人当后生的时候，佢有尿头发炎，尤其是后生人会一直重复发生。重复感染，上下时该
个憋尿的习惯没有改掉，没有改善哦，憋尿习惯没有改掉，就冲到会发炎。俩师兄先生讲的，俩是让你生发习惯有强容，所以吼系讲幼尿吼做得学的是卡卡去学，冇憋尿好像对身体健康都唔好吼。还有嘛，介老大家咧分享聊下，常常咧讲。今日要强到阿东依然嘅休先生咧，到节目底度老大家咧讲泌尿科嘅问题吼。其前段节目老大家咧分享，其實什麼人真是尿頭發癢，做得講先生講。近期同期是身體上有一排，所以我相信看電視嘅鄉親朋友吼，你個爸妹啊、阿姨啊吼，伊聽說有安樣嘅經驗，我自家有一排安樣嘅經驗，所以像先生講嘅，真是尿頭發癢，係凍乾褲，屙尿會痛，吼咩掃掃，係會有結，還有頻尿，還淋水也唔係，淋水也唔係，所以我本先生看，不過先生凍貼片嘅，食下肉是樣比好咧。因為大部分呢，該什麼因的膀胱發炎嘛，單純性的膀胱發炎哈，其實來得快去得快。錯，你可能早上剛開始，然後就下就跳變凍嚴重。錯，因為菌線吼，需要上下提上面是好啊。不然是好改善動多咧吼。不過講到先生講嘅，一開始講嘅係尿路感染，你分享到胰島，其實還有其他冇強容嘅狀況，譬如講像天一點。天一點是所謂的應力性尿失禁哈，佢簡單講是講伊毒素出力哈，用因講佢抽哈掃，打噴嚏哈。就漏尿，做漏尿，或是半洞隙出力的時陣，一半而已，漏尿，一點點漏尿，一點點，多少不？這個是線上，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因為你看應力性尿失禁是跟什麼因的骨盆底的那個筋膜和構造鬆弛有關係哈，跟年紀，然後跟生小孩的生得多，特別生小孩生得多，那有一部分是產後沒有好好的做復健，所以就是會有尿失禁嘅問題。所以唐先生講，年紀好大嘅人好會得到比例好高是安樣因，佢提上點到提示點咧。應力性尿失禁，足夠行嚴重是骨盆器官脫垂，膀胱會跌下來，這好嚴重哦，先生。上下子宮沒有跌下來，還有直腸，你看上面器官是專門係個骨盆的器官。醫生，這樣比例很低吧？因為聽起來很恐怖。還是有啦，還是沒有什麼吼，膀胱過動症。哦，膀胱過動症這個是現在比較多，現在就是盛行率比較高了，因為大家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哈。膀胱過動症簡單講就是頻尿、尿急加上夜尿，這三個裡面。夜尿就是昂布拉維。昂布特維。為什麼特別昂布特？這個也是膀胱過動症的一個症狀。是哦，所以冇改時節特別會你來屙尿。這一般是如果起來一次還可以啦。如果超過一次的話，這個等一下梁先生，用唐喜樂有點緊張哦。係講昂布拉你來屙尿又超過200，會是膀胱過動症嗎？可能啊，可能。可能啊。我剛才我要問一下現場的所有的工作朋友，你們晚上有昂布拉好咧屙尿超過100、200就有可能是膀胱過動症。醫生，你這樣講我好緊張哦。有時候晚上真的會起來尿尿超過100。我講的是如果常常這個樣子，常常這個樣子。如果1、2次，比如說你昂布特學好都，上按摩時有應酬喝一點酒。那個有時候會起來，那沒有關係。所以膀胱過動症有走得醫治嗎？它是可以，膀胱過動症這個現在有很多的藥物，都可以治療。醫生，那我要提問，因為醫生講昂布拉水膜超過100，我想提問。那如果說你是特尾時間運動，你出去旅行有沒有？就是去旅行的時候坐那個車子，一到景點的時候一定要立刻上廁所，好，可能真的又熊會偏收。
但是呢，要离开的时候要上厕所，不管只停留10分钟或5分钟，反正看到厕所就要立刻上，然后一直很紧张，然后感觉上一直会很恐慌，没有上厕所。这个也有可能是膀胱过动症，因为我们在医学上对频尿的定义营业的小便次数，超过8到10次就算频尿。超过8到10次，可是不是憋尿哦，就是你想上就去上，超过8次，按有意思。对，那个就叫做频尿。那如果说是尿急的话，就是你有一种感觉你要某一片时候会尿出来，那个叫做尿急。那叫做尿急。那如果已经尿失禁的话，就是真的结果片时候乱才是。尿一点出来我觉得膀胱过动症不信上讲起来听起来很紧张，下次要好好来研究一下。所以你系膀胱过动症，不过你讲到什么应该尿头发痒，其实跟天气有关系。为什么会感觉好像天气热的时候？其实天气热，对啊，我们看门诊这种病人比较多比较多，大部分都是水喝太少，天气热流汗多，那大家没有注意补充水分，那天气多有时候又闷热这是确实比较容易发炎。运动员讲像什么因为爱漂亮嘛有时候裤子穿好紧，就很流行那个紧身裤，对医生说安用美不又让用，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真的所以其实会不会是因为闷热啊不通风？这个在医学上并没有说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但是有人说你的内衣裤棉质的内衣裤会比较好一点。棉质的内衣裤会比较好一点，比丝质的或者一些人造的内衣裤好一点。比丝质的还要好一点，所以最好的还是棉质的。所以就穿便宜一点的就好了嘛，对不对？我说的是棉质的，因为丝质的很贵的意思。对。所以穿棉质的舒适一点的，可能店都好哦。不过其实挑白。透过重改世界，送口改世界，性上是会告诉其实尤其是女生，因为女生上完厕所一定要擦拭，男生应该也要男生不一定影响比较没有，因为刚刚解剖图，大家可能觉得女生的尿道口跟肛门比较近，所以是，所以其实如果你擦拭的时候从后面往前面的话，会把肛门的细菌带到前面来。怎么办？大家可以，你看刚才那个图。那怎么办？好，你说擦拭的时候从后面往前面擦，就会把细菌带出来。是。那就是所以老师会教说要从头前往后面。我知道，错没有错这就是医师讲的嘛。对，所以其实讲到两篇大家是会了解讲，因为一般来讲。什么人会有一个习惯动作？习惯动作意思是嘛？该的是讲，性上告也是可能已经在性上交之前已经养成从后面往前擦，但事实上如果从后面往前擦的话，就有可能会引起细菌带到前面。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会尿道感染的频率就真的变得很高，变得动够？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现在有人推广免治马桶嘛，就是不要擦用冲洗的。那医师觉得呢？其实我觉得好没安全感感觉是没有安全感。我是说我的感觉，港都会安用力嘛，因为你用免治马桶，感觉用冲的嘛。这个在医学上是没有做过那个特别的研究了，是，这大家感觉是这样。那像不过有人讲说，冲的那个水的力量也不要太强，有时候反而冲太强，反而把细菌冲进去啊。所以真的很复杂不过讲回来，还有人退行嘛改湿纸巾。湿纸巾擦拭是这样如果不要对湿纸巾的那个成分过敏是还好。是，有些人会对那个湿纸巾的酒精啊，或者是说含有酒精或者是其他的香料过敏的话，就不适合。对，而且我觉得因为性上机系泌尿科改主治医师嘛那英国讲的是什么应该问题，所以应该懂了解嘛。没像讲很厉害些，大家没会想到，像因为大家也死了改世界，我们都一定要用卫生棉、卫生
急安用改东西，所以总是会觉得 UK 也天的世界什么因什么起都特别的闷热，像那种为什么大白到台大会空调施工，你一定要注重卫生，就是这个原因，感觉上好像那也会提高感染几率，是没有错的，这个太闷热的时候是有可能的。是，所以其实那现在。虽然我不是妇产科医师啊，我会听到一些，就是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比较喜欢用卫生棉条，跟以前不太一样，是，尤其是欧美，是，那这个卫生棉条就要特别注意那个你的使用的时间，这过去那个我们新闻上有很多在国外很严重的感染的案例，是棉条放太久。忘记拿出来，对，然后这也太夸张，就变成全身的败血症那些。养宠所以其实唐先生讲，其实台大都了解，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要去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讲来讲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维持干爽、干净，然后注重卫生习惯。当然是做在太来讲带可能什么因尿头发染解问题是系安样嘛，所以你讲天气有关系冇有，都是属于有关系冇有，都是属于冇通常啊，抵抗力也好啊，都让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哈。不过还有嘛个东西，就得让大家来分享哈，大家先聊下，等下再来讲。到墙头休先生咧，就节目里度啦，大家咧分享泌尿科嘅问题，尤其係什麼因吼。不過先生你講到屙尿嘅姿勢會動蟲擾，兩岸叫讀呢個美容也好，保健也好，天下當流行嚟講，其實屙尿嘅安樣因嘅姿勢好。在那个学理上是有一点根据的哈。是。你这个。该瓮牙虚这哈，该如果脚悬空的话哈，是你的那个骨盆的那个肌肉不容易放松了。所以其实讲的是骨盆肌肉嘛。对。那你如果有一个脚凳的话哈，就是说你上厕所的时候脚不要悬空。不要悬空。尽量不要悬空。那可以垫脚吗？对，现在有一些有卖这种脚凳，或者说自己家里的脚凳也可以的。是。了解哈，不过讲到了，当然要特别来问医师哈，就是说我们会台大土地嘛，谁来因上厕所就是气等嘛，气能屙尿嘛哈。那男生到底要坐着屙尿，那系气能屙尿好好嘞？这个要分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就是说在过去医学上研究哈，男生站着小便跟坐着小便唯一的差别就是。如果你已经有攝護腺肥大已经在吃药的这些病人，是你坐着小便的话，会对你的排尿有帮助。那但是菌松因来讲吼，错菌松的血来因来讲吼，错人屙尿到气人屙尿没有差别。所以纯粹是自己习惯，或是心理上的习性。另外就是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文法改。我所知道的，好像在日本还是北欧某些国家，习惯男生是坐着小便。大家可能有听说过了。是。不过你係講有人問什麼因，希望誰來因而氣能啊臭能？我覺得臭能不錯，因為氣能屙尿，上次誰偏手感應會發現，好容易會洗。偏手谁马桶？对，因为马信上这个是事实嘛，对不对？对。好险，医生有承认哈，所以但是有一些地方就是觉得，像中国人觉得，这男生就是应该站着尿尿。其实没有差啦，那几个都来讲一样啦。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很急的时候，气能屙尿，哎呦，多好该顺条被中走，你看安容易。是不是好麻烦？如果在医学上，气能呕到气臭能呕的影响是一样的，就没问题。在你如果膀胱已经有问题，或是建议坐着攝護腺肥大已经在吃药的人，要建议他们有做过研究，这样的人你让他坐着小便，就像刚才那个姿势，可能会尿得比较干净。是，但是你如果正常人的话，其实
没有硬性规定说一定要这么酿。好，我们讲到两篇，然后大家来整理一下吼。到底你泌尿科嘅问题，发生喺个每项区又来到，像这边就有很多，当然应该有可能属于龙音架嘛，因为这个是不可逆嘛，你好，引导楼本身慢慢是不是有问题？好，心上这边有没有特别要提出来让大家来提醒的？像就是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病人就是也是抵抗力比较差，容易感染，这个抵抗力的病人，然后攝護腺肥大病人，攝護腺肥大病人，瓮窑可能容易瓮墙，或者说要用力，是这个容易感染。那另外就是泌尿系统本来就有问题的人，结石的人，因为结石的话就容易造成那个泌尿系统阻塞，阻塞容易发炎，或是有一些老人家龙音架，神经性膀胱需要放尿管的人，这些人容易感染。是，所以当第一点有讲到嘛，不冇蛀虫危险的。简单讲起来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蛀虫危险，可能细菌比较容易从外面侵入。所以简单来讲，第一是泌尿科内通问题，该个每项群。肠道三容易什么？另外，怀孕的妇女如果说验尿发现有细菌的话，一定要治疗。一定要治疗。对，这个是在我们泌尿道治疗指引里面有特别提到的。事实上，坦白讲，东因为讲，比如讲瓮窑也是些你也知道，你下东东改资讯不能很模糊，然后天气然后像你下讲的这些天气，像你那个讲瓮窑说你要中断解尿，有这样讲法吗？中断解尿那个有些人是一种训练呐，是训练你的骨盆肌肉和括约肌的。那真的是真的吗？其实，在泌尿科医师的观点，如果你不是特别有什么排尿的问题的话，你就正常，如果正常就好，正常。除非就等于讲训练嘛，干肌肉啊，你想讲可能平常心也紧松，讲要谈个训练是跳为中断解尿啊样。除非你的泌尿科医师有叫你这么做，或者说你要做特别的一些附件等等，才会这样子。好，讲到两边，那大家咋个来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要让大家大家一定要细细个建议。像我们平常尽量穿那个通风一点的裤子是，不要穿太紧的那个牛仔裤那些，现在很流行那内衣裤的话，其实有差别的话，是尽量穿棉质的内衣裤比较通风那多喝水，不要憋尿，这个大家都这个一定要做到。这是卫教知识，对不对？大家走到。如果你觉得你的瓮窑觉得不太正常的话，其实你可能日深日签可以写所谓的排尿日记。是。排尿日记就是你记录大概量上面你小便的状况，比如说你喝多少几点。喝多少水，然后几点尿多少，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胃痛啊、尿急啊、膀胱痛这些症状，你可以记录下来，记录个2-3天，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拿给医生看大概泌尿科医师肯定他可以了解你最近小便的状况，了解，不然有时候口头说我最近小便比较不顺啊，他会不知道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你有记录，你到线上讨论，线上一看说你是你的瓮窑10排，不然瓮窑5排，你是你长令1500cc 嘅水，你讲你的瓮多，线上马上是会滴讲，上海就流行水血同豆啦，因为你啊大家拢滴要多喝水，上海像在门诊上有拄到患者讲他频尿很厉害，那他去走个排尿日记，排尿日记一下看，结果他营业血水5000cc， 那当然会频尿。还有，我晚上昂布拉装好的瓮窑当然你睡梦之前喝500cc， 昂布拉是非好的瓮窑，所以就安用个问题不过朋友特别讲到令蔓越莓汁，尤其是什么原因？蔓越莓医学证实它应该里面有一些成分是可以对泌尿道的黏膜抵抗对外来的细菌有帮助了。
先生又讲吼，如果你是喝蔓越莓汁，可能已经有令上供性长又好黑吗？因为个浓度要够，是，那要喝很多。嘿，你想说我喝蔓越莓汁对什么运动好？我一天喝1杯200cc，可能没买好够，对不对？它要有足够的浓度。而且蔓越莓汁现在有些太甜。有糖尿病的病人不能喝哦，真的哦，系讲你想讲鼻尿那同感问题，你令蔓越莓汁，结果令冻豆，结果也喝了好多糖。所以可以建议，现在要盖药妆店哈，或者是一些大卖场就买盖浓缩的锭哦，可以考虑。对，最后哈，最尾节目最尾一定老大家的分享的是俩哦，你讲凯格尔润筒，好，先生这个是。动从哪个运动？走你走不下走，哈哈。凯格尔运动哈是一种骨盆收缩的运动。错。简单讲是提肛运动。是。好，提肛运动哈，像这个介绍这几个做法哈，都可以的。在网络上其实。YouTube 啊那些找到都很多。对，提肛运动、骨盆运动，这样子就可以提升。就是骨盆的收缩力，骨盆的收缩力，而且如果心脏时候，这个有时候正确的姿势也很重要，对不对？没有错，主持人讲没有错。我自己的经验大概有一半人会做错，没有用到某种的正确的肌肉。你从头出力肚脐出力，或者徐部出力，该摸好，没有效，摸好。所以怎么办呢？日人走得走吗？日人走得好，另外就该生理回馈的机器，就是在你肌肉的地方贴电极片，然后再看电脑，就是你在收缩的时候看有没有用到正确的肌肉，是有正确肌肉，它的那个电脑就会说你这是正确的，这样就有效果嘛，哈。所以乡亲朋友，希望讲今日绕墙路休先生在到节目底度，让大家来分享鼻尿口感问题。你问题的问题基本是得到了解哈，所以大家会非常感谢休先生在到节目底度，是么意哈？还有嘛个问题啊，下摆10个绕墙休先生在到节目来分享一下，做得哈，好，乡亲朋友，希望今日个收播口容动态，好，天天下来咧做埋咧做认同了。